美国的《纽约时报》报道讲，美国对台湾的特别关税会含日本、南韩同款，对20%降低到15%。不过，这交换的条件就是台积电爱伫咧美国，搁再起5座的晶片厂。那然后对了这批讲，这就是乌想作业，也认为讲，这交换条件对台湾来讲是真袂合的。那行政院的经贸谈判办公室有强调，争取调降关税，目前已经有一定的共识啊。 台美的关税谈判，搁一摆传出新进展。根据《纽约时报》因消息人士的讲法，上近这个月内就会对外来公布，内面台湾的出口关税税率会对20%调降到15%，和美国伫亚洲的关键盟友日本、韩国拢相共。但台积电必须要伫亚利桑那州搁争取至少5座半导体晶圆厂。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跟他讲，关税谈判的目标一直都是争取调降卖他家，目前已经有一定共识。在台美第5轮实体会议之后，我方是透过视讯会议。 还有书面文件的交换，以台湾模式与美国商务部来洽谈供应链的合作，也请美国提供取得土地、水电、签证、行政便捷等协助措施，创造对我国业者有利的投资环境。We are very excited to see TSMC expanding in Arizona. TSMC joins many companies from healthcare to aerospace that have invested from Taiwan and Phoenix. And we continue to grow the products that we buy from Taiwan as well. 对台积电有可能扩厂，亚利桑那州红枫峡市长表示真欢喜看到，但是川普政府关税措施的合法性即马还未确定。美国最高法院上紧有可能伫当地时间14做出裁决。那样这边烦恼讲，若川普败诉，台湾恐惊同款来付出代价。这5座晶圆厂一盖啊。 那大概就是天下无敌了。美国的法院呢，即将判决，恐怕会判决关税战，川普会败诉。但是我们事实上已经付出了被掏空的代价。如同过去魏哲家董事长所说的，客户在哪里，台积电就前往哪里。他们的设厂需求，那绝对是依据当地有这样的市场。台积电去年才宣布伫美国的投资金额加1000亿美金来起厂房。美国商务部长就 讲，并不是补贴的原因，是华府直接动用多元、公平和包容 DEI 条款来谈判，迫使台积电扩大投资。这不是美国第一摆以政策工具迫使外国企业让步。 那美国在这个 DEI 的使用方式呢，在之前的巨大呢，就已经使用过一次，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其他的传统产业呢，已经试过水温。最高法院纵使判断，关税对等关税的是失效的，但是呢，美国政府已经透过其他的一种行政法规或行政规则，找出能够谈判的筹码。学者嘛提醒讲，未来川普政府有可能会利用国安、军购，还是政治角力来做谈判的条件，必须企业伫美国投资，还是伫关税谈判内面摕到优先地位。 经贸办是强调，等台美做总结会议了后，双方会对外宣布协议的主要内容。台湾政府嘛会向国会和社会完整说明，而且把文本和评估送到国会审议。记者综合报道。